大家好啊，今日我哋要傾一個極之有挑戰性，但又超級重要嘅題目。做開熱線義工嘅朋友都會明，接起嗰個電話嗰急，個心真係會卜卜咁跳㗎嘛。面對住一條隨時可能會消失嘅生命，緊張絕對係人之常情嚟嘅。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探討一下，到底點樣先可以慢慢拆解朝主者心入面嗰幅厚厚嘅高牆，真正咁同佢哋同行啦。即刻要爭題啦！想象下，如入線，對方棘頭就拋出一句，講出嚟咁又點知呢？咁都冇人會明白。聽到呢句，好多新手義工個心都會嚟一嚟，甚至會覺得好無助、好驚。其實大家有呢種恐懼係好自然嘅，因為呢句說話真係好似一盆冷水都頭淋落嚟咁噶嘛。但唔整要啊，我哋依家就一齊嚟猜嘅下佢。等我哋快速睇下今次嘅療程啦，我哋會由了解求助者點解會跌尿冇人明白呢個死胡同開始講係，慢慢學點樣放低自己想即刻解決問題嘅衝動，跟住會講下咩叫做學應感受，咩叫做認同行為。之後呢，我哋會一齊學拉引漢九六 K 表情認證法，再輕下點樣見招猜錯，拆解求助者嘅試探。最後就會提下守門員嘅干預步驟，一步一嚟，慢慢學。唔使急噶。好啦，第二步，點解求助者會覺得冇人明白呢？喺香港呢種節奏緊急、壓力大到爆嘅社會，好多時遇到挫折想揾人傾下，換嚟嘅可能只係身邊人一句你想多咗啦，或者大把人慘過你啦。呢種社會文化搞到求助好似變咗做一種污名咁，令到佢哋覺得講出嚟反而會受多次傷。其實大家睇到呢啲深奧嘅醫學名詞，唔使驚嘅。簡單嚟講，佢將求助者嘅困境分咗3個層次，即係話俾我哋聽，佢哋嘅身體神經系統已經超載炸啦，個人處於一種戰鬥定逃跑嘅高壓狀態，心跳得極快。心理上呢，佢哋個腦淨係見到絕望，覺得自己一直死親嘅多個炸面住水晒。明白咗呢點，我哋就會知道佢哋唔係禿丁刁難嚟噶，而係佢哋真係承受緊極大嘅痛苦啊！至於所謂嘅拒絕敏感度不耐症，聽落好複雜。簡單啲講，就係佢哋對被人拒絕或者被人批評極度敏感。有時你聽電話，可能只係停頓咗2秒，諗下點答，佢哋個大腦就會自動將呢2秒嘅空白當做係你掀起禁區，所以佢哋嘅防禦網就會即刻拉到好高，係咁推開你。其實背後佢哋只係好驚再受傷咋嘛。嚟到第2個重點啦，我哋要傾下自己嘅心態轉變。好多時聽到對方喊到咁慘，我哋個心都會好慌，本能反應就係好想即刻幫佢解決問題，想俾啲建議佢，例如叫佢揾社工啊，或者叫佢睇開啲咁。但其實諗深一層，呢種節奏好多時只係源於我哋自己想減輕嗰份焦慮咯。相比之下，走邊是我哋嘅本能，想去解決問題。但其實當對方仲未覺得安全嘅時候，你並咩建議，佢都只會覺得你想敷衍他，想快點打發咳嗽。右邊先是我哋真正的目標，提供一個冇大任何批判嘅空間，去承接佢哋痛，等佢個人可以冷靜落嚟先。呢個先是熱線最核心要做嘅嘢啊！跟住落嚟呢，我哋要分清楚認識感受同埋認同行為。好多義工好驚，如果我同意佢咁絕望，會唔會變相鼓勵咗佢做傻事呢？其實絕對唔會嘅，主要我哋搞清楚呢2樣嘢嘅分別就得啦。其實兩者嘅分別好清楚噶。左邊講嘅情緒認證係指我哋接納佢嗰份痛係真實存在噶。例如我哋可以講，我睇得出你真係好攰好絕望。但右邊嘅認同維維就完全唔同啦。我哋絕對會認同自我傷害嘅決定噶。我哋係擁抱準佢嘅感受，而唔係支持佢做危險嘅事。呢條界線我哋一定要分得清楚噶。咁究竟要點樣做呢？去到第4個重點啦，呢度我哋會用到辯證行為治療裏面嘅6級情緒驗證法，就好似剝洋蔥咁，幫我哋一步步將求助者嗰幅冰冷嘅牆慢慢融化。呢6級勢係點樣遞進噶呢？第1級就係專心同在，俾啲溫和嘅反應，例如我聽緊，唔好打斷佢。第2級係跟隨反應，好似塊鏡咁講翻佢嘅感受出嚟。
第3級就考功夫啦，要試下講中佢未講出口嘅深層痛楚。第4級將佢嘅防備同佢過去受傷嘅經歷連食埋一錘。第5級話俾佢聽，喺咁大壓力嘅處境下，任何人覺得崩潰都係好可理嘅。最後到第6級就係極致真誠，放低成嘅專家架子，當大家係平等嘅普通人咁去交心。點個環節屎撈嚟啦！當對方突然發脾氣，質問你係咩專家呀？你憑咩話明啊？你哋咩又係走書讀呢？嗰陣啫，真係會嚇到飆冷汗噶。我哋點樣應付呢種試探呢？那種情況呢，心理學叫做雙重束縛。即係代碼，你說話明，他就話你沒用；你說話明呢，他又話你扮演。其實他是在極度痛苦同混亂裡面，想拿換個主導權，土登整條死胡同比你夯了。你試下比較一下，如果用防禦性的回答講，我們受過嚴格訓練架，可以幫你問資源，咁講死梗，他一定覺得你班官腔。相反，如果運用第6級的極致真誠，坦白承認，其實我只是個普通義工，我都無神丹妙藥。但我見你一個人撐得剛辛苦，我好想在這裡陪你分擔那份絕望，無視你一個人挨。那種不起防禦、最赤裸裸的真誠，才可以真正擊破他嘅心理堡壘，建立聯繫呀嘛。好啦，聽到心防鬆動咗，信任建立咗之後呢，我們就要處理最重要的問題，點樣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啦？呢個就係生命守門員嘅3個核心步驟啦。第一步，識別。你要好敏銳咁聽得出佢說話裡面有冇自殺或者自殘嘅警號。第2步，回應，用我哋頭先講過嘅技巧，穩住佢拋出嚟嘅情緒炸彈，千萬唔好起防禦機制。第3步，轉介，等佢平靜落嚟，大家有咗信任之後，安全咁將佢交俾專業嘅醫療或者社福機構跟進。想想下一個模擬情境，當丑豬姐喊住咁樣講，我真係好攰，好想做咁瞓着，冇想再醒過嚟。去到呢個位，其實佢已經放低咗防備，展現出最脆弱嘅一面。我哋一方面要深深咁接納佢咁瞓攰，但另一方面必須要當機立斷，直接評估佢嘅安全啊。又有同行者轉去做危機評估，我哋可以用呢句過渡橋樑，例如同佢講，聽得出你真係孭得好重，重到你想用生命做代價去解脫。因為我好珍惜依家同你簽緊界嘅呢份聯繫，我想直接問下你，你依個心入面係咪有想結束生命嘅念頭？用呢份啱啱建立嘅信任做基礎，去問最艱難但最救命嘅問題，咁樣個對話就唔會短，佢亦會真切感受到你係真心關心佢咯。總結嚟講呢，做熱線義工唔係要你識變魔術解決所有人嘅問題，而係要成為一個安全嘅情緒援當，放低專家嘅包袱，用最真情嘅心同佢哋同行。最後留條問題俾大家諗下，如果你係接電話嗰個義工，聽到對方講頭先講嘅話，經歷完呢個說話對稱之後，你會點樣接住落去聽呢？希望今日呢段解說可以幫到大家喺面對危機嘅時候多一份力量同行啦，大家一齊加油呀！